紧来听故事。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要看戏乐，规身躯不振达。大家紧来听故事。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东想西，想到要无半项。这款的做人，实在真怪奇。生活有问题啊，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靠香味，做好人一定爱靠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下情理。希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去活动。款的做人，实在真怪奇。生活有问题啊，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靠香味，做好人一定爱靠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下情理。希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去活动。款的做人，实在真怪奇。生活有问题啊，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靠香味，做好人一定爱靠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下情理。希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去活动。